有一个算数论的数就是你处理正经数的一项理论的数论的专家，伊咧上课伊就数论其实定讲就一数，the prime 指数，就伊就讲半步嘛，人就感觉讲足抽象的，听拢无，就举手甲问讲，老师啊，教授啊，你敢会当举一个例安尼？教授讲好，咱来举一个例好，所以咱凊彩找一个指数57，算到到尾。我还57不是指数。你看台湾是，就是以前在找一个指数，讲看起来是指数，结果唔是，57不是指数。你看到第一句讲咧欢喜，后壁个算唔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迄看你方法，伊袂教你要哪算较紧，你若要学讲要哪算较紧诶，迄是较工程诶啊，较应用方面诶，最好是较发展迄个方法。